甲骨释文第54集，这个鸡嘛有高二平，下骹有一个人，顶悬有双腰，意思就是有人想要以高细分顶悬的双腰，以高细分就是过，会使过几个，所以这个鸡嘛当作量的疑问词，培音读几，文音读几。是安怎会用高去过顶悬的双腰呢？敢是伤闲食饱换腰歇？无啦，就是因为腹肚枵，想要食顶悬的水果。双腰代表水果，这个鸡就是腰的本义，腰意声。另一个解说，双腰也就是葫芦腰、纤腰也，腹肚耐落去就是腹肚枵啊。阁有双腰的字读腰无？有啊，这字孔子讲的敬业腰群，腰啊文音读腰，这字机也有真侪意思。伫顶悬的双腰，有可能是水果，也有可能是厝顶的细落落物等等。字形意思就是接近，可能有危险哦。有互别人牵着的风险，用高细分甲细微，也就是接近的基近、机会、可能性的机会、见机行事，互别人牵着的危险、胎也、危机也、细微的机微、机虚。买物件开几啊百箍，买物件开要几百箍。无共哦，几啊百箍是好几百，几百箍是近百。论语里仁篇有一句：事父母积见，积就是积虚，就是少，是毋是安尼的解说？我认为是啦，但是Google查到的，无人安尼的解说呢。你认为呢？伫里仁篇阁有差不多意思的一句：事君数，是辱也。朋友数是疏也，数就是多数，意思同款是劝人减功见化啦。另这字机将木将机，本意是各种零部件的组合，而且会产生动作的职句，例句机关、机械、有机体。腹肚枵，现代中文讲肚子饿。严格讲，安尼读毋是汉字，是北方大音字。这字应该读饿，有落音声母的饿。现代中文读袂出来发音。北方大音字的读音甲意思已经脱离原来的讲法。闽南语要保持古汉语的用法咯。什么用法？来看韩非子讲的。家有商业，虽夭不饿，饥饿两字的程度有所差别，是吧？也就是饥之心才是饿，夭过头才是饿啦。商朝的伯夷、郅瘁两人袂瘾食周朝的食物，饿死伫首阳山骹。一般夭袂死人，饿才会死人。政治若无清明的时，就算四海无用田，农夫又饿死。孟子讲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饿其体乎？”饿是比枵搁较严格的锻炼。敢有互你饿着，做寡代志毋甘毋愿？阮毋捌字的阿母安尼骂我，伊就知影饿是枵之心。若有博士乱讲饿读枵，你会互骗去无？甘蔗一扎一扎，其实古典台语无安尼讲，像安尼叫一함。例句：甘蔗愈买愈落함。함的另一个意思，指柴苦内部空虚或者腐朽。例句：身体若欠钙质，骨头就会含梢。古典台语的含梢，咱爱甲学起来。梢若喉哒哒，也是这字梢。梢声就是声音沙哑。沙甲声音哪有关系呢？
沙是毋是哨声的照音字呢？喊有另一个读音，吼有片音声母的吼，内部的空虚也讲拍拍、拍心，空白就是吼白。有人要抽血检验，医生会交代讲空白来抽血，袂讲腹肚枵来抽血，是吧？咱知影空白、腹肚枵是有分别的。个人的文献有误解无？物记号物件哪有可能有饥饿感呢？是毋是甲骨先生讲的物空虚、物拍心挖喊才合理？下一句人饥挖吼饱，腹肚枵的时会吼饱，吼饱就是空饱。汉字的“戈”有真侪字甲战争无任何关系。即字目顶顶，咱有介绍过真侪高义平即类的字。枵即集介绍的重点字嘛有高义平。饿是枵字，身是身哦，枵甲强要过身才是饿哦。闽南语较紧也有保留古语的用法，并无受到北方外来语的影响。吼饱是空饱，甲腹肚枵的意思也是有寡差别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